请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养养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日招牌。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养养的习惯着爱改。打拼的人，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日招牌。原来是小师傅，多谢你解救。感谢啥啦？我哪有这么高法力？奇怪，是谁遐厉害？我都破坏我的法力。是我，小命说呢，做鬼做怪吼是真夭寿哦。原来是你咧跟我作对。无咧，我毋是跟你作对呢，我是路见不平。靠！哎呦！弟弟啊！人讲万论是因，祸福是果，家己好自好自啊！你慢慢来啊说哦，是嘞哦，我先失陪。靠！我会对着这个老推手，我若无去算着。已经到。老夫人、小夫人，恁哪会跪伫阮兜门口口？是啦，夫人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先转去。无咯，这袂使啦。叫恁转就转，有听着无？是。是小婉转来是无？啊，小婉，你转来啊！阿姐，因两个是，囡仔，唔好讲，嘿，你摕手机转来，我就知影讲你有法度。现在你通讲。哦，重哦。哦，哎呦，不重啊。哎呦，还是有重了对。哇。那你是咧创啥？还是洗物件？啊？去洗黄金，这对倒来。啊，你也穿安呢？阿爹，阿娘，是查某囝唔对，查某囝去参加射击比赛，得到小将军赏金100两。会去行？阿娘，这是查某囝应该得到的，我唔是去偷嘛，唔是去抢，是安怎就爱行咧？别人的赏金会用得摕，姓肖的一分钱你都袂用得摕。阿娘，这是为什么咧？来知，问恁老爸。阿爹。夫爷，夫爷，总本，到底是还阁偌远啊？
过这山了就到啊。将军，请。阿娘，阿娘，我看莫搁跪啊啦，我惊你身体挡袂牢。这是惊，阿妹挡袂住嘛爱你。阿娘，身体较要紧啦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妹，相公，阿娘，你哪会遮嘞？相公，你来个拄好。阿娘讲要跪到营馆中，咱才要起来啦。你是来嘛才好啦。苏爷，我看你伫遮照顾老夫人，阿妹，快赶紧入来。张姑娘，请开门。张姑娘，阿姐，赶紧的，我人娘要要婚去啊，紧让阮入来。没了，你走。岂有此理！敢讲你见死不救！甲因老爸同款，好文好相，威风凛凛。阿元，甲我走。阿娘，老夫人已经跪伫外口足久啊，你着陪伊伫内休困嘛。阿娘，咱拢爱较有良心嘞，无讲安尼寒，你无听咧讲见死不救，袂用去啦。当年恁阿爹互人陷害，坐监的时阵，险险就被人斩首，咱厝阁互人放火烧，我的目睭才会青暝。迄个时阵，有啥物人来插咱？当时我的阿爹阿娘，当所人有啥物过错？兄弟，我做囝的人，我得承担一切。有气魄，凭你这个话，有你入来。我唔肯。少年，人有诚意，咱袂用无情啊。免讲，所有的过失，师爷已经拢甲我详细禀报，我嘛知影甲一清二楚。我今日真诚恳，真愿意来这要来行恁一个公道。你要怎样行阮的公道连理？这是我的义务，你哪会知影？我哪会唔知？主席，你知吗？我想起来，你就是陈志忠啊，陈志忠嘛。你免叫我。我会记细汉的时阵，陈志忠啊，你教我写字骑马；陈志忠啊，你教我读册念诗。原来阿爹甲阿娘拢捌教过将军大人。安尼拢家己的人啊，安尼无要紧啦，较好办。好讲话，来。陈志忠啊，陈志忠啊，我今日来就是要替阮阿爹行恁一个公道。对明仔载开始，要恢复着陈志忠啊伊武将的身份，我叫伊师爷安排，请恁搬转去府城大。对对对，啊，若咧听起来吼，拢无啥物问题啊嘛。啊，两家吼来扣扣咧吼，安尼啥物恩怨哦，拢总化消。吼，对对对，会熟的啦。你想啥款？免讲。陈志忠啊，敢讲弟弟安尼的安排，你还阁袂满意？你敢有法度还我一对目睭？恁若无青面，要哪会知影我遮侪年来所受的痛苦？阿进之言有道理，失明自苦谁能知？愿以双眼来明志，化解冤仇免翘起呀，免翘起。好，用我的目睭来报偿你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爱分小牵连。好，用我的目睭来报偿你。眼里，你妄动！阿元，你啥人要主动的？既然是要，避免无你，你该怎样才能消你心头之恨呢？你消我心头之恨。好，加几个我的目睭前，互我
拍到我甘愿。阿娘，伊是将军大人，要哪会开咧？大家点点。好，我答应。啊！哎呦，将军大人，将军，是这种，笑拍，拍就拍。阿娘，阿娘，小顺子，你知影疼，你知影疼，你知影疼，我知影。阿娘，伊也不是将军大人的阿爹，你莫讲拍啦，阿娘。大点点，我今仔日绝对要拍到你做到病。阿娘，慢笑，慢笑，哪个慢笑？阿美啊，你哪目睭紧紧徛咧看，变啊角度？阿娘，相公是咧替公公受苦，你较无好拍。你哦，你袂用拍，你若要拍，我互你拍。阿娘，你以为我唔敢？我早就想要拍你啊！我猜当年甲你姊妹的相情，你竟然无替阮讲情。若无阿元唔免去坐监，我的目睭也袂痴迷。对，这件代志跟阮囝完全无关。你若要拍，你拍我，我互你拍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我甲甚至今嘛讲好，你免安尼，我去阿美把阿娘带走。不用的，带走。阿英啊，阿英，你是一个堂堂大将军，代志轻当你应该明了。假使魏军啊知影你这么软弱的受刑，你以后是要安怎样接掌扬州的大军？对啊，这点我哪会无想到？你以为你安尼讲，我就会将过去的仇恨化消？无安尼简单，你敢想？阿娘，阿英，阿娘，你莫搁拍落去啊！查某警察都是查某警察，你敢若惊伊予我拍死，却袂记得咱这多年所受的委屈。阿娘，将军大人已经受伤啊！你若搁拍落去，伊要哪会堪的？因有10个兄弟，死一个小燕无到倒位，你敢死啊？哎呀！别个拍！你是要甲我气死？相莲，过年的人愿思想，国家兴亡事大，你哪通贻笑无代呢？沈姐姐，我真感激你因公忘私，但是今日这个代志若无彻底解决，我看以后另外是无可能搁再替我去操军练兵。沈姐姐，你做你拍到你气消，你做咧都会停手。好，拍就拍，你敢想？你哪会遐大声？阿娘，拢你啦！你家己目睭拢无看到，你唔知你即摆是去拍了灵公，灵公让你拍死啊！灵公，你来找我来，互我拍。因为你伫拍阿燕，加拍唐湘出人命，所以灵公才替来互你拍。想袂到，伊为着阿燕，竟然无顾家己性命。灵公，多谢你给阮上课。阿娘。小燕仁厚甘心受负过，你看伊互你拍假，险险性命无。有甚物新仇大恨，拢总莫去讨。定销两家从此就讲通好。事后顺子记治错，怒斩奸人送伊赴阴曹。阮有受委找恁一家的下落，可惜一朝之计，害阮拢找无。好啊，我无要听恁大咧唱曲，恁拢甲我死出去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啊！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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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燕，这
姻缘若要化解，趁这机会，你要紧入去。对，你紧去。嘿，安尼啊，我看你即马安尼吼，一定无搁咧气呐，对无？你原谅伊啦吼。你问遐济要创啥？你毋是惊伊互我拍死？安尼啊，小家虽然有亏欠过咱，也毋过咱的日子嘛是过了安安稳稳啊。都对，我看吼，这萧夫人哦，伊咧讲话绝对袂顶当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咱遮侪年住咧这个所在，哪无人来找咱，咱会当过得遮尔安稳，对毋对？是啦，安尼啊，新鲜百果有时错。你毋是有教过阮，做人着爱较有度量，爱原谅别人的过失。都对，安尼啊，迄保证上师哦，毋是定伫咧教咱，伊伫咧讲哦，咱做人吼，着爱有量。啊哈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哈爱分小牵连。小价甲顶价，也是法院加变亲家。那呢小燕，就敢若免好贴实。哼，上爱可恶就是迄个老火烧，三不五时就来甲我阻挡。这，我是变来应付正好。两家的恩怨已化消，眼前的小路变大条。看伊欢喜走高跳，害我心肝结条条。啊，我爸啊，安尼啊，啊你两个拢无话啥？无爱去。哎哟，今仔日是好日子，你知影无？人今要宣布恁的职务呢，啊恁搁无去，安尼敢会对人做歹势是无？啊，宣布职务啊，发一个公文就好，哪着遐贵气啊？啊，我都贵气的，我爸啊，啊你毋知讲今仔日来去哦，迄场面是偌大个咧，偌尼热烈咧，啊嘛通好细说讲你较早的愿望啊，对无？你若食较怪的会吼，啥物代志拢会看开啦，莫插遐济啦。哦，啊你意思毋着讲你看会开，啊我着拢看袂开就对啦。迄只无啊咯，你看袂开，我同款我也是讲看开就对啦。啊无规矩哦，恁讲你家己去倒啊，你莫爱去。连讲无亲像你这大面神啦。我听到人要叫你去因兜，欢喜甲规暗困袂去。哎呦，安尼啊，呀，你唔好甲我闹过。人迄小妹的心理哦，拢甲我同款，你知唔？安尼啊，你拢唔知影，你无听伫咧讲，28青春是18九，啊22这个脚头，啊我若无嫁，啊人就会老，啊若想着我这个时阵，啊，莫讲啊啦，已经拢过头。阿姐，你莫黑白讲啦，
假使讲咱关口走，若是无爱去，安尼我嘛无爱去啊。连公何必考虑？凡事随缘啊，随缘。哈，这等等，哎呀，这随缘哦，迄无啊喏，今日毋是我咧操蛋，啊若是我认真的吼，有在这个场面的时阵哦，规个拢总看到，恁拢袂食亏。你甲我较掂咧啦，哪有你都足害的啦。阿元呐，我看因两个少年的都遮尔啊有趣味吼，无咱都该来行一逝。对今日开始，庭院我要撤销掉伊的通缉，而且我打算要请伊为咱本府做一个中军参谋。多谢次世代人的厚爱，楚民智慧遐尼济啊，目睭花头脑钝，今日无法胜任参谋职务，我想讲要替阮善任，好我来照顾我这老母。阿元呐，啊，当你身体还佫遮尔勇，什么要替阮？啊，若讲我爸吼，伊还佫足勇的咧。阮咧后壁山吼，但是迄个鸟啊吼，哈，才受惊。若听到阮老爸咧骹步声一个来吼，迄惊到吼，含要鸟毛，咱较无半日拢飞去啊咧。我甲你号名叫丁真，呀，你不时就要甲我闹鬼，我应该甲你改名叫丁家。哈！忧国忧民做头阵，无蕊无油失功能。普贤白枪压镐钟，业报如影来随行。劝咱世人莫惰现，害伊因果正是真。做人做事爱端正，才袂业障来报应。掠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袂变魂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现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，爱分相牵连。